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月18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日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现在。国内伫今仔日增加17个本土病例，49个带病入境。即马境外病例一直出现，唔若飞长途，即马飞短途也可能爱做 PCR 采检，上紧伫2天来施行。新增出现一口罩4个人拢染病情形，也因为桃园病例一直逼，市政府宣布，国中、高中期末考了后，同工就随提早休寒。高雄市政府甲地检署合作，甲食酒赛车的罪犯派去殡仪馆做劳动服务，用上解禁的距离体验生命无偿感受。新闻一开始，赶紧来关心国内疫情消息。国内伫今仔日有增加49个带病入境，也有17个本土病例。一寡本土病例当中，桃园的联邦银行就6个，西堤牛排群组感染也增加5个，而且伫今仔日又增加一个防疫计程车的司机来染病。那伫咧桃园这疫情是一直在逼，连新竹即马也有一口罩4个人染病咯，因为感染源也等咧调查。另外讲到这境外病例一直出现，唔若飞长途的，即马连这飞短途也有可能爱做随到台湾就随做 PCR 采检的规定，上紧伫2天内就实行。国内新冠本土疫情佫加悬，18拜二新增加17个本土病例，甲从今年以来过一天确诊新冠的记录平齐。伫新增加的个案内底，有5个桃园联邦银行的行员，也有1个行员的家属，居家隔离的期间为阴性转阳性。西堤餐厅群聚案佫增加4个人客确诊。包括进前7个人做伙来食饭，迄个伙仔内底的老爸，还有另外一口罩3个人嘛确诊，另外一个嘛是西堤餐厅的人客，伊伫工课场的接触者嘛去画着，累计西堤餐厅的群组案摊开的，已经有38个人感染嘛。员工里面到目前是有4位染疫，那用餐的在1月7号里面是现在有7位，那在1月9号用餐的是15加3等于原来15位，那加上今天的3位。好，那相关的关联者，原来是8位，现在增加1位，变成是9位。另外，桃园机场清洁人员佫拖出去的瓜友会群组案，新增加1个确诊，还有1个防疫计程车的运价嘛去画着，感染源也会调查。有一点追踪到他曾经有载过确诊的个案，那相关的基因定序会再来进行。值得注意的是，新竹有1个家庭互相烧的案件。老爸是某一间公司的主管，顶一日感觉有症状，而且公司内部有工读生，甲明星科大确诊者有关联。公司虽甲员工做快筛，结果敢若有这个主管有阳性的反应，接受3个亲人采检嘛是阳性。这一位就是觉得有这样的一个怀疑，所以他就有怀疑，加上他有症状，他就买了家用的快筛，那检验出阳性，大家都提高警觉。另外，顶一日确诊的机场防疫人员的基因定数嘛出来啊，确定去挖到Omicron，不过基因的数例甲清洁人员传播链的是无共款，可能是甲入境的旅客做采检的时阵去挖到的。但是中讲，大家要有甲病毒共存的准备。与病毒共存，那这是一个说在可以控制的情况之下，那我们大家也有做这样的一些准备。不过现在还是要例行多层次的防疫，力求清零。但是中强调讲，国际疫情要烧未退，加上台湾的边境无封起来，未来疫情确实可能会搁扩大。不过疫情要是有机会会当控制掉咧，为了阻挡 Omicron， 指挥中心嘛宣布，远道航线以外的高风险航线嘛要做落地铺台。头一批会针对南亚甲东南亚的航线，上紧伫2天内会实施。记者综合报道。讲到桃园的病例，即马是一直咧逼出来，而且真侪确诊者的形状拢是世界级，亲像桃园的联邦银行加西地餐厅附近的店家，也拢烦恼讲因会造成防疫空帮，真侪店家拢无要互人徛伫店内面用餐。拄则桃园市政府也紧急宣布讲，也佫有检出一个国小学生确诊啊，伊也捌去过西地牛排馆用餐。桃园到今已经有10个学生确诊咯。桃园市政府也宣布讲，这国中、高中期末考试同工就提早休寒。沿路喷消毒水，环境大消毒，因为确诊个案捌来花莲，连续2天家己开车来麻糍店甲加油站这场所。我们的个案17983号，那在1月13号到14号有来到我们花莲。那他本身就是一个售货员，所以他其实这是有任务而来看起来虽然说有进到我们花莲，
目前看起来还是安全的。感染的送货司机捌伫桃园中立的西体用餐，已经紧急科里接触的人，只是西体团部连18又搁增加5个人确诊。桃园市政府公布新的确诊者行大过，包括人较侪火车站、大卖场、餐厅这场所，搁摊到真侪行政区。另联邦银行规定消费嘛，搁新增加个案，也冲击40位的店头。中昼用餐时间无人起来，为了安全，决定暂停店来食。生意受到影响，比往年同期业绩剩较无3成，这头家拢感觉真无奈。国中、国小都停课，然后大学放寒假，那你说影响大不大？就做1块钱是1块钱啊，2块钱就是2块钱啊，不然怎么办？校园开始大消毒，因为学校感染的情形无卡长好，确诊的学生囡仔已经15人。市政府宣布，各高中完成期末考直接放寒假，建议学校寒假辅导用线顶为主，实体第2。因为有些学校在实体教学的部分仍有需求，那这个只要防疫安全可以确保，向教育局申报也可以，线上教学为主，实体教学为辅。当然，因为前面的经验，我们其实线上是没有问题的。那我们目前继续还在做的还是实体课程，就是真的不行的时候，我们才会把那个线上的替换上来。跟实体比较来的时候，它本来就有一些它自己的这个应该就是它的限制。确诊者一直增加，桃园一寡社区采检站也出现真侪人来排队，并定一寡市民活动中心都有真侪民众赶来体检，人一直排甲户外人行道，也毋过甲疫苗注射站比起来真无共。就我觉得只要有时间上可以就去打，因为我觉得我们都做好疫苗的保护力的话，可以给更多人的保护。来注疫苗的真少，桃园各地疫苗注射站18预约登记的民众平均较无3成。市政府紧急宣布，只要民众要注BNT，拢会当免预约，直接来就注。要拼疫苗注射率，持续围堵疫情。记者综合报道。伫咧新竹市也发生一口罩4个人拢感染的情形，造成新竹县市2间学校有164个人要居家隔离。三名国小也随停课，甲全校2230个老师甲学生进行 PCR 采检。而且，这个染病家庭的爸爸妈妈也捌去过餐厅食饭。市长林志坚也讲，捌去过同间餐厅的民众，就要家己注意家己的身体状况。新竹市3名国小透早就开始消毒，因为有一个学生囡仔确诊，是按100-03校园紧急启动停课机制，全校提早放寒假。2230个师生同步进行 PCR 检验，不过这不是个案，是一件家庭规定小话。除了18060爸爸他有一些症状之外2个孩子其实到目前为止都是没有症状，不过4个人现在都在收治在医院治疗当中。第一时间他被匡列，然后也做了 PCR， 他是阴性那他也没有任何症状现阶段看起来他不是感染源这个案件上起先是厝内爸爸按100-06，这场有同事互人居家隔离，警察相关的伊要求全公司快筛，结果敢若伊是阳性，也因为伊相关镜头去病院采检确诊。做伙大的亲人，包括牵手，也有2个查某囝也拢确诊。阿某2人共一间汽车销售公司上班。大汉查某囝读新竹县宜民高中，细汉查某囝是3名国小的学生囡仔。新竹市政府公布相关因行大过的所在，为1月70至16，因去过大润发新竹中校店、全家超商，嘛坐过台铁，也捌入去2间餐厅用餐。18060他有到过这个中华路台西鹅肉，跟朋友在这里聚餐，他们夫妻俩有到鱼鲜会社来用餐。我们对于这2家餐厅的员工都做了居家隔离，并且进行 PCR 的一个采检。市长林志坚讲，捌去过共餐厅用餐的民众要注意家己身体状况。截至18中昼12点为止，这件家庭规定小话拢总扣列164个人。林志坚也宣布4大年节防疫做法，包括原定21的新竹过好年活动、开幕活动延期办理，公司里游泳池暂停开放。市政府、学校、买艺也甲春节发红包的行程拢取消。新竹疫情出现警讯，也冲击入要开幕的台北大湾壁。
趁现在应该平日人还没有很多，赶快来。我是觉得还是延后比较好。1月10日试营运以来，平均每天人流量伫3万左右。集团董事长齐旭东也亲身到场迎接，按过疫情来搅局。特别台湾币也决定20月开幕以后，馆内人数也要降到15000人。记者综合报道。接落来，咱来看到家人伫今仔日要增加一个病例，是一个桃园机场排班的防疫计程车司机。虽然这位司机已经做过3档疫苗啊，不过伊是无症状的感染者，会发现到伊是阳性个案，是因为每3天拢爱做一届采检，定期采检才验出伊是阳性的。伊的 CT 值是12，可能是最近才感染的。另外，讲到新北市的部分，伫阿东病院也有一位护理师确诊，伊捌带着因兜囡仔去到树林的科教馆。含儿童新乐园去遐佚佗，不过伫咧东港台北市也有5间学校去遐做校外教学。目前这寡834个人拢是采检，目前拢是阴性的。阿东病院也全面体检5000多人，到当时还未出现阳性个案。大型喷雾消毒机伫基隆市区沿路清消，18家人增加一个确诊，102是桃园机场防疫客运车司机，去年12月2日已经做第3期疫苗，因为伫机场排班3天定期采检一摆，初时、初7、初10、甲13采检拢是阴性，18阳性确诊，CT 值12，期间有2摆转去厝的。13并无甲家庭接触，15有底针做伙30分钟，无挂喙罨。家后甲2个后生 PCR 拢是阴性，伫厝隔离中。他今天的 PCR 的 CT 值是12哈，所以研判起来应该是近期这个感染的一个案例。那平常他除了载运机场检疫对象之外，他还有承接桃园市卫生局所列管的各种检疫对象的输运业务，那他并没有载运一般的乘客。防疫客运车司机甲机场防疫人员拢着病，指挥中心将针对当天航班一步一步扩增落地采检的范围甲比例。新北阿东病院非专职病房护理师确诊，捌伫13带2个囡仔前后台北树林教科馆甲儿童新乐园，迄间有真侪国小甲儿童新乐园校外教学。台北市紧急扩大5间学校834人采检，结果拢是阴性。这名护理师任职的阿东病院，全面普体5000多人，采检也在继续，目前并无发现阳性个案。环境采检也是阴性，因为感染源不明，也无法度破断传播链。我们会往前14天不断的去做整个了解这个感染源的研究。那我们现在亚东医院跟我们卫生局全力的在追查整个感染源。我们希望能够快速厘清。面对新北市大仙伫校园推动疫苗护照，都因为去年5月昆南市场爆发群聚感染，台北市也规划伫大卖市场优先试办疫苗护照，就等中央点头。如果中央礼拜4开会同意我们使用疫苗护照的话，我们就会有这些资料。那借以后，我们就会可能在我们的公有场馆先来做试办。那批发市场因为它的人比较多。所以这个也是我们优先考虑的地方。礼拜4来宣布，礼拜5可以开放大家来申请，不能是双向的了哈，是单向，那这是可稀释的，而不是把资料留在对方。做疫苗证明将伫2日开放申请，但市长也强调，希望伫资料上少暴露的状况之下，满足使用需求。记者综合报道。唔知各位民众敢去登记做疫苗咧？这1922卫浴平台今仔日早起10点的时阵是重新启动啊！民众3钱去登记，其中莫德纳上届首次，各县市的名额到下晡时阵都已经互人登记了啊！指挥中心表示，250万吨的莫德纳疫苗已经拨予各县市，有一部分是留予坐车民众使用。指挥中心也强调讲，只要通过 EUA 疫苗，就是好的疫苗。全部额满了？不会吧？他说额满。1922线顶卫浴平台18早起中溪卫浴第3期，其中就以莫德纳上用药，3点钟到17.5万人服药。北少县市已经无名额，下昼2点台北市莫德纳服药会当讲全满，北少人只好卫浴附近的县市。怕说就是要到其他外县市去试打莫德纳这样。20期可以看到，他们目前是放了34.9万，所以19跟20期大概预计
会达94万人份左右啊。如果你只要打这个 mRNA 疫苗，那也可以选 BNT 啊。指挥中心表示，过去有250万剂莫德纳疫苗已经拨予各县市疗会，另外各县市政府也会剩150万剂，主要会保留予县市医疗院所，另外也有做册民众使用。不过第3剂莫德纳会这么手持，有民众表示，就是因为听讲伊的抗体生成上好。前2剂我打的是 AZ， 那看了新闻报道跟各种网络上的资讯。打莫德纳的话，2剂 AD 加打莫德纳，它的那个抗体浓度是最高的。但台湾目前打的这个追加剂量是半剂的莫德纳，那跟这个 BNT 的一个抗体最后的一个生成可能也不是用这个全剂量型的这个莫德纳来做比较了啊。所以我们会认为说，以在台湾目前的事实上民众有相当多的选择啊。那什么疫苗上好呢？指挥官陈时中表示，第1、2剂爱赶紧做，3剂做完上重要。当然也会当参考他人的建议，除非是第1剂做完出现不良反应，那无只要是通过 EUA 疫苗，都是好的疫苗。记者综合报道。宜兰县长林姿妙即马逼出罗东的土地开发备案，去互检调列做是贪污加洗钱案的被告，当咧进行调查。林姿妙今仔日针对机关用地6的变更证据出面驳回，讲伊毋是为着因家族啊。宜兰县政府也回应讲，各单位包含罗东镇公所对基地用地拢无使用计划。林姿妙搁再强调，家己是受人政治对杀。不过宜兰地检署也强调讲，这个案件是久长的时间伫咧做收集证据，目前也当咧侦办当中。表情担当出现伫记者会，宜兰县长林姿妙卷入劳动土地都市计划变更案，去互检调列做贪污加洗钱案的被告调查，引起众人的关心。林姿妙责备讲家己去互人政治对杀，针对基地用地变更，林姿妙否认独立家己的家族啊。这个基六用地的这个部分，都委会变更为住宅区，是为了减低县政府的财政负担，但议会有意见，全部都经过法定的程序，现在还是原编定，也就是机关用地，哪来的独立？那个林素梅他们的关系要不要说明一下？谢谢。对口座金流无正常的记录，林姿妙无正面说明。检方已经询问金流的问题，也指控有人放消息，想要影响舆论。若是林姿妙牵涉到罗东土地都市变更案，互人讲是罗东运动公园边仔的基地用地。宜兰县政府回应各单位对基地用地拢无使用计划。各单位都回复没有使用的计划，包括罗东镇公所。宜兰地检署进前指挥廉政署分组30外位搜查，有10个人互人列作被告，包括林姿妙甲罗东镇长吴秋玲。经过检方复审了后，请回建设处代理处长吴条琴甲农业处农务科长吴东元，互人申请羁押禁见。林姿妙是讲互人对杀，不过宜兰地检署是赶紧驳回。有关近日有少数人士或媒体率以政治追杀、东厂、国家机器云云、妄加臆测，滋生社会纷扰以及造成对立，此时不足取，为正视听，本署在此严正言语澄清。宜兰地检署是讲，案件经过长时间谨慎搜证，目前也持续积极深入侦办，对任何不法会专业查办到底。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高雄顶个月发生一站假酒赛车，造成一口罩1死3伤的悲剧。市长陈其迈也发声，爱一寡假酒赛车的罪犯去到殡仪馆做劳动服务。今早起，市政府头一届甲地检署合作，甲一寡假酒赛车的罪犯派去殡仪馆做社会劳动，互这啲人知影讲性命无常，用上介近的距离面对死亡。穿青色的假。有人撸涂骹，有人去火化炉。伫殡仪馆火化场内底，无人敢做耍，无人敢落刀。为了阻挡啉酒赛车，高雄市府甲地检署共同商议，互有罪判决或者是原起诉啉酒赛车的人，去殡仪馆做社会劳动或者是义务劳务。10月早起头一批拢总10例的人，去高雄市第一殡仪馆报到。冷冻柜啦，还有火葬场的一个设备的一个清洁维护，还有地板的清洁维护。现在目前首次的配合是着重在这个方面。除了摒火化场，还佫爱设冷冻柜、甲整理尸盘等等。地检署表示，劳动的范围会以无往生者的家属在场，未接触遗体为原则，考虑尊重往生者甲家属的感受，洗遗体部分检方是较保留的态度。
也若这嘛是侪啉酒赛车的人，头一届遮尔近距离面对死亡，4点钟的劳动，加做因真深刻的一节课。这个是真的是离死亡最接近的一个地方，他们的感受应该都是蛮深刻的。他们如果知道自己因为酒驾带来生命的逝去，应该有多少有一点警惕吧。关市以殡仪馆加做啉酒赛车的人劳动的地点，并不是头一届，进前台北甲彰化嘛有做过。捌几啊届伫咧殡仪馆办生命教育课程的酒驾防治协会表示，透过殡仪馆的气氛，互啉酒赛车的人伫咧劳动的过程当中体验生离死别，这确实是有抬价架构的作用。因为真正传出啉酒赛车，互政府高不离中都要用这款的方式来处理。希望啉酒的人就千万唔通赛车，莫因为家己一时的方便，造成别人一生的不幸。记者综合报道。根据交通部道安资讯查询员的资料显示，讲台中市去年1月到10月有45位少年人因为交通事故不幸往生，其中少年人无驾照骑身份证的就6个人死亡，这2个数字拢是各县市当中上界悬的。台中市政府表示会伫咧校园加强宣导。机车驶员打东亚未副驾对向车辆对撞，通过无号指示的路口失控家己摔倒，两件车祸拢是无照驾驶骑车所造成的。有民众认为少年族群骑车的观念不足，甲行车环境无友善是车祸主要发生的原因。无照的跟刚有驾照的都就是想就随便骑，然后都没来注意，然后可能就这样就比较容易出事情吧。机车道太窄了，然后还有临停的问题，就是会导致机车就是缩小机车能骑的空间，对，所以就比较容易发生事故。少年性命因为交通事故过身，根据交通部道安资讯查询网资料显示，台中市去年1到10月有45岁18至24岁少年人因为交通事故死亡，另外13到17岁少年无照骑机车6个人死亡，更加是比去年同期成长200%。台中市这2项数据，小乡骑就落到第1，引起外界纪录。台中市府强调会继续伫校园宣导交通安全等观念，佮针对学校4科道路业体设施改善。各级学校这个开学之初还有这个平常的时候，我们就会到学校的校园里面进行相关的宣导。那主要是针对青少年他们一些交通安全观念的建立，以及这个防御驾驶的观念。那也针对学校周边的一些道路路段也好，或者路口也好的交通管制设施也好、标线也好，做一些调整的改善。市府表示，考虑到少年族群主要以机车作为代步工具，已经连续3年主动增进大专院校，针对拄领到驾照的第1新生宣导交通安全，建立大型车视野视角、内链插架应该保持安全距离等观念，佮进行延伸到高三学生毋望降低交通事故。记者综合报道。伫咧高雄有一位体育老师，去年底去做导护说，互一台装过红灯的轿车撞到，到今有关是昏迷不醒。学校即马要甲替这位老师请保险，不过保险公司说讲无法度理赔。教师团体也批评讲，这教育部逐年是开真侪钱替老师买保险，一声出意外却无法度来赔，讲这个保险是伫咧保安怎样的。高雄凤山国中有一个姓杨的体育老师，去年12月初咧做交通导护的时阵，煞互一只装红灯的轿车弄到，到今犹阁咧昏迷。伊的翁婿毋来照顾3个囡仔，该负担医药费。虽然学校有到申请教育部统一投保的公共意外责任险，想袂到这个保险，敢若会当伫学校有过失的时阵才会当讨赔。教育团体批评伤过含糊。那个保险好像是一个骗局，那教育部花了3000多万保这个险。第一线最危险的老师竟然不在纳保范围里面，我觉得这个是很夸张。本地掠准会当保障导护工课的保险，经过这摆事件，才互真侪老师发觉讲，学校若是无过失，根本就袂当讨赔。而且这个姓杨的老师要搁咧昏迷，肇事者赔偿的部分，家属嘛无心力去处理。目前是学校、教师团体甲教育局斗总医药费，不过教育局也说明，针对学校职工，卫福部会统一保团体险，若导护老师会当照公保等等的相关办法请保险甲慰问金。
公务人员他如果执行职务，他意外伤亡的时候是有慰问金的发给办法。好，那这个是包含他如果有一些因公伤亡，会有一些保险费跟慰问金。虽然不是完全无保障，不过高教散认为，公布等等的补助是公教人员本地就有的保障。那交通道好是老师另外减的，而且是有风险的工课，都应该爱另外制定规范甲保险。因安算过年后会联合各学校甲教育局谈团体协约，保障道好的工课。那教育局表示，会针对道好工课相关的保障建议检讨。记者综合报道。接落来，带观众朋友来看国际新闻。伫南太平洋的东加，顶礼拜发生海底火山喷发，所造成对外通讯的海底电缆线严重损害。外界拢无法度知影讲，这个火山爆发的灾情有偌尔严重。根据上最新的空气相片甲卫星来看，住伫咧上济人的一个岛屿，因西边的海花全部拢是火山灰。国际救灾团体也推测讲，受到影响的民众尚无有到8万人。纽西兰空军侦察机17传回这组上新相片，显示东加岛的海岸线甲岛上的陆地全部拢盖一烟高高的火山灰，呈现几片黄土色。伫东加无共岛屿顶面巡视的澳洲军机，是传回港口码头甲建筑物受损的空气图。东加对外通讯的主要管道海底地缆，伫海底火山爆发过程严重受损。在一起，外界根本就无法度知影东加在后的确实情况，只当透过卫星甲空气相片知影一寡消息。人伫纽西兰、奥克兰的东加国会发言人18证实，火山灰毋但对当地饮用水甲卫生造成不良影响，也影响机场跑道帮机的期间。为此出动200名义工，清除积伫跑道上的火灰。The ash is proving quite problematic, not just for water and sanitation because Tonga collects its water from the roofs of households, but in terms of access for the aid from 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 and other flights, they need to clear the runway. Latest information I have is that 60% of the runway has been cleared, and this is done manually. 一位伫东加将士流浪狗出现工作50岁英国妇女格洛夫，为了要救护海中赶走的狗仔，却失踪17遗体互找到，宣告身亡。红十字会甲红新月国际联合会亚太地区负责人有估这场海底火山大喷发的受灾人数，恐惊会达到8万人。Could be with a population of around 100,000, and with 70% of them living on one island, and with that island being heavily affected. We're roughly thinking up to 80,000 people could be affected. But how many of them are seriously affected? We don't know yet. We don't know. 位伫南太平洋西部70万平方公里范围内170座小岛所造成的东加王国，海底火山风加汤加风加海派15个大喷发，强度是地球30年来上大的。乌烟加火山灰一度直冲高空20公里，伫规个全太平洋海域引起无共程度的大影。离1万多公里远的北秘鲁海堡，就传出有2个人互大影赶走임시的不幸消息。首都利马外海炼油厂的油船下火作业，也互大影冲击，所发生漏油污染的事故。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讲到丹麦，因的疫情搁再行起来啊，不过感染 Omicron 民众拢是轻症，而且一半以上的民众拢有做过3档疫苗。丹麦政府也决定讲要来放零防疫限制。不过，伫咧法国，因的情形却是无共款咯。巴黎警察局总部就发布一项规定，就是伫咧人较济所在，民众拢爱挂嘴安。因那美国疫情是真严重，根据统计，已经有20%的民众感染到武汉肺炎。大门园的西兰娜娜伫享受冬天的日头，参观的民众赶紧摕手机出来翕。经过1个月封锁，丹麦哥本哈根动物园伫17宣布重新对外开放。不过当时丹麦的疫情也变较严重，单日确诊新增加2.8万例。After 2 years of COVID-19, I think that the precautions are part of everyday life in the society and in the zoo as well. So we don't have to educate our guests how to behave in a public space because they already know. 因为感染的主要拢是Omicron，症头较轻，再加上丹麦全国已经有4%的人拢做过疫苗，超过一半的人做完第3剂，所以当局者决定放宽限制。重新开放电影院、博物馆、游乐园，并且有条件开放体育比赛。另外，同款伫欧洲，则是法国行政法院接驳回巴黎市政府的翠暗强制令。不过17，
巴黎警察局的总部发布另外一项新法令，要求民众伫人较济的场所爱挂喙罨。声明中提起，若是超过10个人的场合，也加涉外公共场所，像讲车站、购物商场、艺文场所，拢爱强制挂喙罨。另伫美国，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数据显示，全美国目前感染的人数已经突破6640万人，相当是20%的人已经感染着，等于是5个人当中就有1个人捌感染。感染死亡的人数也已经突破85万人。即马疫情也探到美军高层，伫国防部长奥斯汀了后，参谋首长联合会主席密里16个检测结果也是阳性反应。伊最近一届接触美国总统拜登是伫12，不过伫即届前后采验的结果拢是阴性的。目前已经住过第3期的密里镜头真轻，目前拢用网络伫办公。公司新闻王碧文编译。人讲今个惊春天，不会不拄天。国际慈善团体昨就发表一个调查报告，讲全世界前10名的好野人，因为疫情关系，因生计搁再清悬，变搁较好野。不过这散车人却是愈来愈散。全球10大富豪之一，亚马逊集团的创办人贝佐斯，已将家己大部分的资产用来创办太空探索公司 NASA 起源。伫去年7月，伊坐旗下太空火箭升空。同款的疫情期间，行销私人太空旅行的，也佫有特斯拉集团的创办人马斯克。根据国际慈善组织洛斯会调查报告，全球上界有钱的10大富豪，因为疫情会互资产翻倍。不过世界上上散车的人收入是减少。The pandemic has been a billionaire bonanza. When governments did the rescue packages and pumped trillions into the economy, into financial markets, in order to support the economy for all, what happened is a lot of it went into the pockets of the billionaires. And in fact, as a whole, on average worldwide, the 99% of humanity is worse off. And a large amount, 160 million people, have fallen into poverty. 富豪的财富一般会呈现伫个持有的股票顶悬，政府挹注资金、股票、房地产升值，等于互钱流入去富豪的手头。不过，伫社会福利较薄弱的国家内底，贫富的差距是愈来愈大。洛斯会伫逐年世界经济论坛展开，拢会发布调查报告。这边发现讲，从2020年3月到2021年11月期间，10大富豪的财富对7000亿美金增加到1.5美金，平均每天会增加13亿美金。不过之间的这个增长差异真大。马斯克的财富增加超过1000%，微软的创办人比尔盖茨是30%。If one were to tax the 10 wealthiest people, the 10 billionaires, on the profits made during the pandemic at 99%, we would be able to pay for vaccines for the whole world. 另外，从2020年3月疫情大爆发以来，差不多每天拢有一个新的亿万富翁来产生。全球10大富豪内底，马斯克、贝佐斯甲比尔盖茨的财富翻倍，是世界上上界善30亿人的6倍。这款情形，互讲是经济暴力，嘛造成每天有21000人因为欠缺医疗照护、枵餓、性暴力甲气候变迁来死亡。公司新闻黄云玲编译。乌克兰的前总统波罗申科2019年选输了后，率去互新政府调查，以走出国被嫌政治威胁。新任的总统杰连斯基的阵营指控前总统甲罗西亚行真晚反背国家。不过波罗申科返来乌克兰了后，却来指控现任总统无在调对抗罗西亚，甚至搁再打压在野党。在支持者欢呼声中，普罗申科行出首都基辅的国际机场航空大楼。普罗申科伫随时阵批评执政当局无想讲安怎抵抗俄罗斯的入侵，颠倒用尽手段打压在野党。普罗申科佫讲，军警甲海关人员想要阻挡伊入境，都是上好的证明。На боротьбу за позицію, вибіркове правосуддя, руйнацію верховенства права, слідкування і тиск на народних депутатів, представників опозиції. 乌克兰第一大好野人普罗申科，2014至2019年担任乌克兰总统，拄到俄罗斯占领克里米亚，对俄罗斯的关系快速恶化的期间，不过2019年大选连任失利，由演员出身的杰林斯基选赢总统，普罗申科转往国会发展，甲友好议员组成欧洲团结党。
就伫乌克兰政局出现变化同时，进前则为哈萨克撤出安全部队的俄罗斯甲白俄罗斯宣布要伫挖近乌克兰边界进行联合军事演习。俄罗斯方面指控美国甲西欧一直趁军事演习的机会，伫北约组织的东部边界部署大军。Сценарии которых основываются на вооруженном противоборстве с Россией. Все чаще к ним привлекаются страны, не входящие в альянс, Грузия, Украина, Швеция и Финляндия. 捷林斯克的政府指控普罗申科毋若协同亲俄罗斯派国会议员，甲莫斯科方面来信通话轨，搁借口要拖团，对东部的分离势力，互因金钱援助。乌克兰甲俄罗斯拍歹关系，搁牵涉到内部无共党派的政治争论，两个中间有甚物牵连，互外界啥拢无。公司新闻七家人编译。台湾甲日本的国会今仔日举行头一届的台日安保谈判关系论坛，民进党立委赵天麟主张，就要推动台湾关系法立法，强化台日合作。日本前防卫副大臣中山泰秀表示，自民党的内部已经有针对这个议题做讨论，因也表示认同。台海紧张局势升悬，日本外务大臣林芳正伫17个国会演说的时阵，强调讲台海和平的重要性，安尼嘛，互台日关系正受到注重。18台日来举行头一遍的国会的这个台日安保伙伴关系论坛，外交甲国防委员会调委赵天麟伊主张讲，策动台湾关系，互来立法，加强台日合作，而且借这个机会甲中国讲，唔通来亲门打虎。一个台湾关系法的建立，我相信也可以告知中国共产党，如果要冒进改变台湾局势的代价一定会过高，不应该轻易尝试。赵天麟认为讲，台日是命运的共同体，假使讲若是立法成功，安尼就会当来突破过去这款无平凡的对态。参加会议的日本前防卫副大臣中山泰秀，伊是表示讲，自民党的内部有组成台湾关系法小组来讨论这个议题，应该要大力支持台湾加入国际组织，并且要守法保障经济安全，就亲像台美之间嘛有这个相关的保障。例えばアメリカを中心に、アメリカの領域内、領土内で、例えば演習、軍事的な演習が行われる。台湾海峡の平和と安定の重要性、このことも国会の演説ではっきりご本人の口から演説がされております。现任的总务副大臣嘛是国会议员，点点如明。伊认为讲，面对即卖的国际局势，日本应该爱来实施现实主义的外交，并且修正有关经济安全保障甲自卫队的法律。这对日本东北亚的安全，拢有较正面斗大的帮衬。记者综合报道。有民间团体早起伫立法院呼吁，希望各政党就要积极讨论18岁公民权，也就要降低修宪的标准，莫把政治利益放大声。虽然这个修宪委员会国民党的立委无来，不过其他政党经过讨论了后，也有共识啊，初心通过18岁公民权的修宪提案，接落来也会送到议会表决。各党在选前就已经提出了18岁公民权的朝野共识，在现在的修宪委员会，难道就不是朝野共识了吗？反对立法院各政党会甲修宪的时间相相信，民间团体去立法院呼吁，伫修宪委员会的时阵，爱积极讨论18岁公民权，甲降低修宪条件等等宪改议题。2025年就即将要迈入超高龄的社会，这对于年轻人来说，我们在政治的结构上面要反映自己的权利。是刻不容缓。在决策的参与，应该要让青少年的声音被充分的展现出来，而且权衡跟回应。修宪正义它应该是个世代正义的议题。我们国家的永续发展不应该再排除青少年的参政权。在立法院75项修宪的提案当中，18岁公民权是受到大家关注，有到23个提案，而且民进党、国民党、时代力量甲民众党拢有，等于是有条野的共识。赞成委员24人。反对0，弃权0，多数通过。决定依委员管碧玲等之修正动议通过。虽然国民党立委持续无出席，不过民进党、时代力量甲民众党团有达成共识，初审通过3党共同提版本，增订宪法征收条文第1条之一，满18岁中华民国的国民依法有选举、罢免等等的权利，也有被选举权，接续会送议会来表决。记者综合报道。
讲到台铁大条细条的代志，拢一直出现有影是无平静。交通部长王国材今仔日伫新春记者会表示，会将台铁改革列作今年上界重要的工课目标之一，也会定出赏罚分明的机制。也若讲到台铁公司化的部分，相关条例是希望立法院伫咧后一个会期会当来审查。不过企业工会却认为讲，即寡条例拢无经过工会同意，是袂当送到立法院的，所以因也决定自2月23日要去到交通部直接。台铁16发生上北的区间车去测到月台意外，虽然无造成伤亡，不过台铁迄天下班了后，是赶紧甲月台边的墩卸差不多20-30公分掉。这几年台铁经过得愈久，有有嘛等意外事故，引发改革的讨论。交通部长王国材讲，未来会用大赏重罚的制度，只要甲营运安全有关系，一定会追究到底。有正面的一些事情，那当然我们希望台铁一定要这个重赏啊。那同样的，如果尤其在安全部分没有落实，那我想这一部分一样啊，我们要求要重罚。王国材要求台铁要落实标准作业流程，而且要用航空规模 SMS 安全管理系统，落实第三方的安全评估，正式铁记录检查员的机制，嘛鼓吹会当公司化。把台铁改革看作是年度重要的目标之一。不过，企业工会甲产业工会拢认为讲，这还佫需要甲工会来协商。我们总会这边跟15个分会要召开一个联合理事会，这样子针对台铁的改革公司化问题有一点不信任感了。如果这个条例没有经过工会同意，硬要送立法院的话，我们当然是反对啊。产业工会嘛指出，针对大赏重罚，希望会当有更加具体的内容。另外，伫关注负责处理的时阵，嘛应该甲行车的安全、甲设备改善的情形等等的事项，列作是优先改革的项目。记者综合报道。受到东北季风甲华南云雨区往东平线的影响，全台湾各地头拢会落雨。中南部地区是云较济，其他所在是早暗会较凉冷。玉山气象站伫透早5点的时阵，要落雨要落雪，即涂骹的雪要1公分高。窗仔外一片白茫茫，行来外口涂骹出现薄薄的一层雪，高度大约1公分。伫玉山北方的玉山气象站，18清早5点出现雨含雪做回落的状况，规个观测站四界白湿湿，气温仅那0.9度。到下雪到6点半结束，是有一些在融的，但是温度没有很高，目前还是浓雾，所以有慢慢的在融。玉山气象站的人员表示，雨含雪同齐落的现象一直落到透早6点半，日头出来了后，雪渐渐扬起。下番山是因为无够寒，目前敢若落雨。原来玉山的白云山庄，伫清早7点温度是2度，而且佫有大蒙雾。气象局表示，受到东北季风甲华南云雨区的影响，各地拢会落地渐雨，其中这方面的北部甲东北部雨会较粗。我们预估星期3、星期42天。东北季风还是影响我们华南雨区，仍然一波一波靠近，所以整个东半部地区还是下雨时间长的区域，仍然会有整天都是下短暂的阵雨。北部地区和中南部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而其他各地就像我说的，下雨会比较零星一些。气象局提醒讲，包含宜兰甲嘉南的北海岸，拢有可能会落大雨，中南部也有落雨的机会。接下来天气也是受到东北风的影响，除了东北部也是会落雨以外，其他的地区水汽会豆豆减少。不过各地早暗也是较凉冷，民众就要注意。记者综合报道。防治福寿螺的农药可能会引起癌症，农委会已经禁止使用啊。不过最近这款农药又搁出现伫市面上，云林地检署也查到相关的原料有8档，或者係半成品加3档的成品，目前也掠到嫌犯13人，也先移送法办。昨日云林地检署指挥警方来到云林斗南镇一间工厂，看到一包一包的氯化三苯烯原料，原本是含用伫油菜房屋，所有不肖业者向环保署申报进口了后，超过20档油量不明。经过检方调查，才发现拢提起做假农药。传唤及拘提被告13人到案说明，讯问后认被告涉犯违反农药管理法，罪嫌重大，分别预支新台币1万元至30万元不等金额交保候传。
婚姻地检署表示，绿化山本市原本是使用防治福寿类用药，也毋过因为恐惊着癌等原因，遭到互农委会禁用伫农作几啊年。也毋过最近发现市面上合法杀类药剂使用量变少，经过追查，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甲高雄大关市，发现有农药行卖一寡假农药。绿化山本席来讲的话，对于人体它在肝肾方面来讲的话，都有相当的这个危害性。阮拢熟悉，无熟悉，阮唔捌去关。咱都拢讲两可比讲你咧开，吼，阮来甲你买，阮买久了，咱计熟悉。伊无熟悉，伊唔敢推销假的互咱来。有农民表示，刷落来将会种植种地，准备插秧啊以及稻作，都爱先用药防治福寿类。对此，婚姻地检署表示，目前也咧追查这个假农药的顶下游使用者甲农药行，也呼吁农民爱向合法业者买农药。若发现有异常，检举破案，相关会当领到50万的奖金。记者综合报道。国内疫情当咧紧张，高雄市教育局要求讲，要去到外县市毕业旅行的学校，就要提出防疫计划书。有国小本地伫今仔日就要出发啦，煞伫咧昨暗向通知学生甲家长，讲这活动取消。南马溪国小6年的学生18即天要是来上课，因拢是前一天暗时才接到学校老师通知，原地18要出发去新竹、苗栗、台中的毕业旅行暂时取消，害因真失望。期待很久，对，期待很久，有点失落。有些同学好像在家里面哭。我都可以接受。小朋友的反应是有点伤心，倒是真的。哎呀，毕竟东西都用好了。学生真失望，家长会当理解学校的苦衷。校长讲，因为17下晡4点才接到教育局的公文，所以临时取消，可能改到下学期才办。的活动地点跟住宿地点是有到那个这些本土疫情的县市的时候是没有办法成型的，因为第一个我们必须要写防疫计划。高雄市府要求学校去外县市毕业旅行，要提出防疫计划。另外，已经有不少学校把新课本提早发给学生，早回去厝，为线顶上课做准备。我们可能会因为疫情的关系比较慢开学，有确定了吗？请问有确定了吗？还没，但是要先做好准备。新上国小休业室嘛改做线顶。老师用录影片的方式提醒校外的代志，实在是烦恼。疫情若唱悬，学校就要先准备。记者陈嘉文、刘一哲高雄报道。台北市政府明仔载要举行城岛开发案的宽评会，不过城岛自救会表示，城岛的防大水计划目前是还未就治，应该把这寡问题拢解决了后，再来开宽评会。而且国内疫情当咧紧张，坚持要伫明仔载开会，这风险实在是真悬。稳固疫情，强开环评，强开环评。关N95翠暗甲面大花口号，社岛自救会批评，台北市政府坚持伫19举办社仔开发案的第9摆宽评，但是国内疫情紧张，安尼做是甲居民暴露伫高风险环境当中。每一次的环评会议，涉及到居民大概都会有200-300人以上，加上基本的那个住位间来讲哈，每一次大概400-500人，这么多的人冒着高风险在这边群聚。自救会嘛指出，社岛防洪计划内底，社岛北边也就是基隆河倒旱会来做补旱，但是伫正旱也就是干道边缘，并无做保护措施，这恐惊有做水灾的风险。未来社子岛如果已经筑了一个9公尺高的高保护堤防，那在关渡这一侧没有筑堤防的情况下，水理分析会怎么样？水会怎么跑？会不会反而影响到关渡地区？现在水利处的回应是说，今年会拨一笔预算，水利处今年才要开始去做这个水理分析。这个环评你应该等所有的增点零星的之后，你再来召开。自救会呼吁台北市水利处除了赶紧提出解决方案，嘛应该办理说明会，向干道边缘的居民说明状况。水利处方面伫记者接稿进前是无提出回应。记者郭宝根张水台北报道。嘉义市政府即马按算要起一个云林嘉义地区头一座露地铺再利用的工厂，希望会当把这本所烧了的露地铺甲火灰来生产公共工程所使用的沙石啊，那会当减少预算，也会当互这资源循环再利用。工作人员操作机械，甲粪扫入去焚化炉内底烧，产生的炉屎甲火灰，过去拢是委托民间的厂商处理。
家己市即站要伫乌仔内起路赛甲恢复的处理场，佮配合其他的环保设施，打造一个废弃物的循环园区。底渣再利用厂跟非灰稳定化物暂置厂，那还有旁边会新建一个新的灰渣掩埋场，还有资源回收细分类厂，分56类的细分类厂，还有一个是厨余回收的再利用厂。各领领长现在有说明会都有莅临来聆听，然后他们带到就该领，如果民众有问的话，他们就马上说明这个政策的美意这样子。家己市一天收大约200栋的垃圾。今年3千1万栋的路赛，甲将近2000栋的恢复，大当委托民间厂商就开卖5000万的预算。市政府向环保署争取经费，要来去分家地区第一座专业处理路赛甲恢复的所在。那也是整个我们云嘉地区的一个首创。那希望日后我们这个厂能发挥它的效用，把焚化炉的底渣，然后做适当的处理，那就可以应用在相关的公共工程，可以节省我们天然砂石的一个应用。这个路赛恢复处理场按算第年底完工。家己市环保局表示，废弃物处理是全国性的问题，嘛有考虑到县市之间环保区域的合作，未来看实际操作的情况，无排除接受附近县市的委托。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伫咧英国有一项远端控制计程车的计划，有机会伫今年施行。人可以透过 App 叫车，计程车用远端驾驶的方式来载人客，人客则家己驶车去到想要去的所在。汉德鲁加迪西车辆直接停伫你的面前。英国伦敦西北方的米尔顿凯恩斯一项遥控计程车计划正在积极进行。This journey altogether will be as convenient as an Uber, except you have to do the driving. 乘客为手机拍开 App 叫车，车就会以远端遥控驾驶的方式去到指定地点。甲 Uber 也是计程车无共，乘客上车了后转换身份，乘坐驾驶，家己开车前往目的地。You become your own Uber driver and save cost on your Uber trip. When you get to your destination, you just pull over on the app, ask for a remote driver to take over control of that vehicle, and off you go to your destination without having to worry about parking either. 远端驾驶员伫控制中心操作系统，系统配有多角度镜头，会当避免远端操控的时阵出现视线死角。车顶也装设紧急停止开关，会当伫网络断线的时阵将车安全停落来。Our goal as a company is to make remote driving safer than normal driving, and this is really important. And we believe that's possible through technology, through computer vision, and through software. Imperial Drive 有计伫今年推出一项叫做 Fetch 的遥控计程车服务，佮将加入英国政府的5G 网络试用计划，将5G 实际应用伫生活中，保证只以4G 网络连线，远端驾驶只会当开到时速30英里，也袂当开上双向车道，也是高速公路，保证这项服务一定会压未公布。公司新闻林浩如编译。明仔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您就知。基隆到新竹是对15度到19度，苗栗到云林对14度到23度，嘉义到屏东对14度到26度，宜兰花莲台东对16度到24度。平湖金门马祖对11度到20度，还有未来3天气象。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的暗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1点咱再相会。